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長憲，我是許志豪。想聽更多好歌嗎？想看更多影片嗎？趕快追蹤紅人榜的臉書、IG 還有 YouTube 頻道，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為什麼他們認為我們這樣講，人家就會訂？因為你有號召力啊！有號召力，我們有號召力哈。我不這麼認為，不然你證明給我看。趕快證明！證明一下啦！訂閱起來啊！趕快訂啦！跨界踢館賽3.0，我們這次邀請到的有主播界新聞主播張凌宇，歌聲讓我嚇一跳，哎，真的很棒。偶像界，哎呦，偶像藝人豐田。輕輕柔柔這樣的拍子哦，唱歌哦，感覺到你真情流露。網紅界，還有人氣網紅阿漢。是不是愛到無命不知驚，聽開傷痕才知聽。唔知你唱歌這好，你知無？安尼阮這邊來混。兒童界的男神，兒童台主持人柳丁哥哥。我也來到他鄉的一個城都。不過我是真打拼的。所有的跨界的來賓都讓我們刮目相看。高手來襲，紅人榜眾人嚴陣以待。歡迎收看超級紅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長憲，我是許志豪。好，新的一年吶，恭喜發財，新年快樂！恭喜恭喜！新的一年呢，馬年哈，大家都好，所以呢，不止一馬當先，我們希望萬馬奔騰。哎呀，好呀，對啦，安尼嘛哇，馬年祝大家馬年行大運，夠好事連連，好事連連吶，好事，有英文嘞，很厲害哎。那我也來一個，好不好？來一個，祝福大家。什麼都有，神馬都好，什麼都不奇怪，好不好？好，謝謝。所以今天裡頭會有滿滿的好歌陪大家一起熱鬧過新年。就要來一個非常刺激的，就是跨界高手的踢館賽3.0。3.0哦，所以非常的厲害。我們這次邀請到的有主播界偶像界，哎呦，網紅界。還有我兒子女兒非常喜歡的界，兒童界的男神，兒童界的男神也來了哦，哇，這厲害！我們今天分成2隊啦哈，等一下呢，我這邊會派出的就是今天的跨界高手們，長憲哥那邊呢就是紅人榜優秀的歌手們，我們來進行 PK， 獲勝的那個隊伍可以獲得獎金1萬元。那麼單回合獲勝的這一個選手呢，還可以獲得非常好的獎品。精彩比賽開始之前，咱先來歡迎評審團。頭幾位是陳子鴻老師、許常德老師、詹雅文老師、荒山亮老師。馬上開始第一回合，好不好？我們的跨界來賓是來哦，第一回合厲害嘍，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主播界的跨界高手了哈。他呢是許多人呢每天晚上6點會準時收看的熟面孔。除了是我們新聞的當家主播以外，目前還跨界到這個節目的主持。各位，讓我們來歡迎第一位跨界高手最美主播張凌宇來嘍！最美主播，早剛下，好，哎呦，我們哎呦，志豪哥好，500公尺就知道過年了哈。對了，哦，钱干的紅包嘞哈。对，我們要解釋一下，剛剛我們志豪哥對我特別禮遇的關係，因為今天只有我能講這句話最大聲，是的，叫做馬上有好運，馬上有好，哇，5年啦，哇，4個月，恭喜，這個生個千里馬哈，生個千里馬千金啦哈，千金哎，小公主哦，小公主啦，終於盼到女生了，好開心，大命呢，就來當我們第一回合的來賓呢，對，真的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喜氣，這今天好數連連啊，喜，那怎麼會當主播呢？我大學念國文系的，所以我從小就是即席演講的這種常客。然後大家都知道我很愛講話，所以我爸爸說：“啊，你那麼愛講話，你就去找一個一直在講話的工作。”
然後呢，有一天他就看到有新聞台有那個跑馬燈在徵儲備主播千人招考。我爸爸說：“那你去試試看啊！”就試了，就上了，就進來了。哎呦，所以爸爸是最重要的推手，對不對？那我有個問題，主播是不是假如你6點半播？你是不是5點到就好了？你說6點到8點的晚間新聞，其實我們5點40分就開播。那因為每天的新聞很複雜，我早上10點鐘就要進去開會，這麼早就要進去了，一路開會，開好幾個會，因為你要掌握那個新聞的動態。對。那有時候因為我們新聞，尤其是晚間新聞，它有很多新的變化，有時候新聞帶會趕不及。那有時候它會有很多的抽換，對，所以你要很了解今天發生的事情的內容，你要有一些準備。那不可以讓觀眾發現說新聞有出任何的狀況，所以其實可能我們看起來很鎮定，可是我們那個耳朵裡面那個耳機啊，你聽得到是副控室的兵荒馬亂，說袋子還沒到，換下一則，要維持那個動態哦，所以真的訊息萬變，對不對？要馬上反應哦。而且其實，在我們的棚裡面有好幾台的監看，就是我們會看到其他台正在播什麼，有時候我們的訊息來不了，我們就先念其他台，先把它搶獨家破掉，考驗很多你的臨場反應呢。對，那個讀稿機有時候也會壞掉，也會卡住。有一些那個菜鳥主播，或者是我們第一次去沒有試的，那個讀稿機跑得很快，沒互聯，所以就是你還是自己要有一點準備。會不會自己要稍微會有編輯能力，要直接自己？對，所以往往我們的主播都是有經過記者的訓練，因為記者要先跑新聞會採訪之後，然後去連線，你要連得順，你才會有機會去做主播，通常是這樣。你現在還主持節目對不對？是，主持3年了。對，恭喜我們就是這個節目撐3年了，我也很開心啊。對，我們在這個台灣台開健康節目，每天下午4點鐘就跟觀眾見面。林宇是曾經獲得網絡評比全方位主播第1名的。唔拿呢，他還參加過超級偶像對歌唱比賽。我小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第5屆，那一屆有艾怡良對啊，我那時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說我來試一試啊，果然給我試出來。不適合做歌手，對啊，但是我們家呢，從以前小時候就是3立的忠實觀眾，是，所以我們選秀也是一直都是專注在3立，因為這樣我南部的家人都可以看得到。那今天也是很高興有機會可以讓我南部的家人，尤其我爸爸媽媽可以聽到我唱台語歌。好，那我們要來這個派出的 PK 的是誰？那這邊我派，你要派誰來應戰？林宇是加厲害主播跟主持人啊，你不是我的隊長。也是，你全部掛掉錢啊！你剛歡迎，我是你的隊長。哎呀，拍誰？好了，我邀請這位我們地方電視台的主持人，也是咱紅人榜上驕傲的林夢老師林夢宗。歡迎夢宗老師，主持人好，嗨，夢宗。哦，好像王。大家好，我是林夢宗。夢宗也有在地方台主持的經驗，對不對？主持7年了，7年了啊！一天要唱幾首歌？5、6首歌。哇，而且還要跟人家互動，对不对？我覺得在地方電視台跟一般的主持人還有電視主播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呢，我們雖然是2個小時的這個直播，現場直播，但是你後續的這個工作就是要關懷我們的這個喜多郎因為是一種很重要的陪伴的節目了，對不對？沒錯，因為現在少年啊，攏通常有人都離厝做遠的，去做工課，所以工課做無用的啊，就屬於跟長輩的一些問候啊或關心啊，所以看我的節目的這個喜多郎，就像我們的家人一樣，你做會來做陪伴，所以最期待就是唱第一首歌曲的時候，他們就是因為我們會有那個 call in， 就是掌聲鼓勵，他們 call 進來的時候，就可以鋪掉一那名，幹嘛做歡喜，有因的陪伴呢？對，這種互動感很棒，對不對？然後呢，可不可以問一下，那你今天要唱什麼歌？我今天要唱的是很多選手都選唱的這首歌曲《愛吉娜》，也是非常火紅的歌曲，最近好紅哎。這首歌是你長輩常點的嗎？這不是長輩點的歌曲，但是伊嘛是聽，因為我平常時唱歌可能是唱比較溫和的歌曲，有講想我要聽看較大把開的這種誒。還得點歌，大把開啊，就是大把，不是這個大把，也是可以這個大把。OK， 大把開我是無法度，3把開我可以。我加3把，就先 OK。你要唱給你南部家人什麼歌？嘿，對，我要唱給我爸爸媽媽聽那個
江蕙的《你講的話》。哎呦，因為這首歌在寫的故事，其實就是寫給他爸爸的故事。我爸爸還在，他活得很好，但是我想說，還是有一點這樣子的情感啊，給他聽聽看啊。他也很喜歡江蕙啦，我們不敢去挑戰天後，但是就是一個心意給他。美人姐，我剛剛寫你好，因為比賽這個畫面一個人最難對了。要不過，既然是一個當紅主播，跟當紅主持人，是的，我們先讓他來一個賽前賽，對，比口條，比口條的哦，好不好？而且要念得順，不 NG， 不 NG， 個念落，哎，順哦。用台語念嘛。來，有一個是國語，一個是台語。哦，啊，國語的部分就是麻煩林宇。好，來，大家看麥子，先給大家看一下。哦，這個有點難呢。好，後邊有大家通看，啊，你也在看了這念。好，真的我是覺得蠻難的，我是絕對念不出來。請開始。跨界踢館賽紅人榜歌手招數進出，林夢宗高難度歌曲。今天準備的歌曲是非常火紅的《愛情啊》，來演唱不一樣的感覺給大家。愛情啊，剛剛對你啊不夠好。翁玉君樂器演奏，這次當然也是樂器的表演，但是這個樂器我只練了不到2個禮拜，希望能夠把最特別的送給大家。魏小雨經典改編，這首《勇敢的心》可以說是我挑戰唱跳的歌曲當中最難的一首。勇敢的心，勇敢的心，親像是太陽，親像是月亮，照耀光明。於凱陽勁歌熱舞，這一次挑戰的就是有點唱這個 rap 的感覺，有這個感覺。結果的分享了，繼續拍。紅人榜眾人能否守住勝利？我是覺得蠻難的，我是絕對念不出來。請開始。南港展覽館館長晚上趕場，幫忙南方廣場廠方把鋼炭跟單槓搬到南港展覽館辦場鋼彈觀光展，常常綻放萬丈光芒，讓晚上上滿滿旁觀台灣人。按讚逛逛 ，No.1 棒！哦呦，哇，No.1，好棒啊！很厲害，很厲害，這個一秒就要消化了，太強了，這個有厲害。那個林夢宗要不要宣布退賽？有一點像。我看他那一面很難吶。這台語的啦，台語，我替你加油。哦，林夢宗加油！你小幹一個，給你3秒的時間。哇，這個太難了。請開始。航空航太雄雄來講，係航空系統的航空效果和香港的航空航太。哇，不輸嘞！哎，厲害！這個很難嘞，好厲害哦！航太雄雄來講，哦，就難了呢。防洪系統沒有講，航空系統啊，防護效果嘞，航空效果啊，兇猛嘞，香港哇！來，我們開始比賽。你我攏改變真多，最後迄段時間，心內一切無講的話，攏寫佇一首歌，一首歌又擱講起過去甜蜜的心聲，思念的日子，落雨的暗暝，你怎樣攏無看見？你講無緣的命，無緣的人，總愛分世間。我講有緣的命，有緣的人，才會做你的囝。你講無情的命，無情的人，不如將阮放。我講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咱各有。
講真心的名，真心的人，咱還有後世人。謝謝張凌雨。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林夢宗帶來的歌曲是《艾琳娜》。陪你一段路，踏無共腳步，感情行到這，已經到絕路。看你冷冷表情，目睭凶凶要落雨，你若這無情，想到無？一條路，付出了全部，竟然是一場錯誤。愛情啊，哪會這輕易去學？想要分開我講也袂到過。愛情啊，敢講對你。首先，請雅文老師為我們做講評。好，張主播，哇，真的是不得了！你的歌聲讓我嚇一跳，哎，這麼專業，然後他的轉音也好，情緒也好，然後他的氛圍、他的共鳴，我都覺得太棒了。你根本就是個專業歌手，除了主持節目，還可以再出專輯，哦，真的很棒。謝謝老師，謝謝。我們請子鴻老師為我們做講評。那個夢宗，20號，夢宗，我很久沒聽你唱歌。我覺得真的比當年來比賽的時候還要厲害，真的。而且我覺得唱歌是這樣子的，就是不管有沒有得名次，不管有沒有拿獎金，就是你要一直唱，然後一直要去體會，對不對？哈。然後我覺得教學其實對你自己會有一些幫助，哈。比方說我們常常在問說，你有沒有學會一件事情的時候，其實你去教人家。你真的可以教得出來，你就這才是真的學會，對不對？因為我們當老師，對不對？那個美人姐也應該很清楚。我點頭如搗蒜，真的。對，但是我覺得夢宗這幾年，因為你在教學，而且你一直在唱，我覺得那個進步真的很厲害。好，馬上就要來請老師給分數了，好不好？我們的跨界隊是 A， 好，來紅人隊是 B。不管如何啊，我們都有這個參加獎，沒錯。好好如果贏了，可以獲得 M2 美度的超能膠原飲的禮盒。是，好，你一定會馬上變美。啊，夠，咱的
百味人生的豬腳禮盒，祝你諸事順利。好，那如果呢，在這一回合裡面稍微輸一點點沒關係，我們也是會送你這個雪梨枇杷潤喉露，好不好？好的 ，OK， 夠拿熬哦，夠拿熬，所以人人有獎哦。那我們現在馬上請我們的評審老師來為我們舉牌給分數，是我們的跨界隊 A 還是我們的紅人隊 B？ 請舉牌。各位小朋友，柳丁哥哥來嘍，帶來兒童健神曲《釣魚記》台語版。手抓着魚的竹篙，做伙去海邊啊散步，日頭真大又曬，夜來早，搁佇草籬啊釣魚啊。柳丁哥哥不只會兒歌，台語歌嘛介好聽。不過我是真勇敢的。紅人榜限定的柳丁哥哥，千萬別錯過。媽媽，請你呀保重。請舉牌。沒有 A。我們恭喜我們的林主播，謝謝。這個我就先幫你拿着了，先幫你拿着，好，謝謝，恭喜夢中，謝謝，好。我覺得很高興，是我的人生解鎖啦，因為紅人榜真的就是我們家裡面很愛看的選秀節目，所以我覺得就是很榮幸啊，也可以在跨年，就是過年的時候跟大家來拜年，我覺得真的很幸運，所以謝謝。如果未來還有機會可以讓我這種業餘的跨界的人來的話，請再找我。我覺得姐她唱歌的語氣啊，就像媽媽一樣。這種娓娓道來、非常和藹可親的媽媽，非常溫柔的媽媽，難怪她這首歌詮釋得非常好。我覺得她彩排的時候，跟她正式的完全是不一樣。我覺得她偷藏一手，精彩，好看，好聽。第二回合哦，刚剛是主播界的跨界高手，現在來的是偶像界的跨界高手啊！哎，這位呢是來台灣已經10多年的日本朋友啊，又高又帥，他曾經是偶像團體的成員，現在他是演員，也是主持人，他還是個諧星呢啊！掌聲來歡迎豐田！哇哦，豐田本身就非常的跨界。走，好，你好，主持人好，好，哇哦，宪哥，哎呦，來台灣幾年啦？11年，對，中文越來越好，對不對？有，現在中文是 OK， 台語有點那個。哦，啊，你日文還記得嗎？現在是哩哩啦啦的，哩哩啦啦，日本有退步。OK， 好，那個當初來的時候呢，是因為偶像團體嘛，對不對？是。可是好像很快就沒有這個繼續了，對不對？是的。你最辛苦的時候在台灣幾年？最辛苦的時候，剛好那個團體沒了的時候，就突然變我一個人了。然後之前都是完全是靠那個 special 團體的工作，所以有一段時間是完全沒工作這樣子，所以就那時候都是那種每天都吃50塊的便當什麼的就撐過去，然後我就開始撐幾年，撐了有2-3年了，哇，這麼長的時間，對，都是吃老本的那種狀態。可是我記得 special 那時候是他們所到之處都是萬人空巷，很紅，尤其是你們在12年到16年的那段期間，是你們對呀，很紅哎。是很紅，但是人也很多，所以分一分沒多少錢。對。你後來有機會主持節目啊，是不是整個這個在台灣的演藝事業就打開一個局面了，對不對？算是，因為我之前都是完全局限在這個偶像的狀態，然後後來單飛，不算單飛，就是當一個人接工作的時候，就開始一些綜藝節目那些，就展現了不同的一面，就大家都可以接受這樣子，所以我就對。那我們要唱台語歌，你有練嗎？有練啊，沒自信哦，所以你要帶來的歌曲叫《沒自信》，沒自信。你沒有，豐田太客氣了，因為我最近都在關注他，他呢在有台的這個綜藝節目，他常常跟一些天王合作，就台語歌。我記得你在綜藝大熱門是有唱了一首《必損》，對，是，大家也非常有共鳴誒。有剛好因為那個時候唱了這首歌就。
大家的反應都蠻大。所以台語歌對你來說現在不是難事啦，很難，有嗎？很難，你都跟蔡小虎哥唱過了，翁立友跟翁立友唱过，对不对？都是他們帶我的，所以。那你今天要唱什麼？先跟我們講。咪就配，對，咪，快对了，咪就配，咪就配。米就配 ，OK， 米就配，米就配，很準的啦，很準啊，很準。我們講日文都沒有辦法講那麼好。對啊，對啊，來，你要派誰？豐田是一個大帥哥，我來派一個大美女，氣質美女，音樂才女，翁玉君。歡迎玉君，歡迎玉君。老師們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因為他跟翁立友合唱過，我們就派翁玉君出來，是這個意思嗎？哦，他姓翁。我想先確定一下，玉君有沒有懷孕4個月？沒有吧？哈，沒有。哎，你怎麼了啊？我問起這個問題，上一回有懷孕4個月的得獎哎，對不对？看起來有一點是吧？很平啊，該減肥了。哎，讓別跨年，我配唱跳成這樣哦，哎，真的受到大家非常喜愛你這樣的突破呢。對，其實大家有嚇到，然後我自己也覺得其實蠻好玩的。一開始很緊張，尤其是彩排前一天彩排的時候，我緊張到不行。對，然後但是當天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一直祈禱，因為我的那個我配的台語詞是夢賢幫我改的，我就一直這邊拜託夢賢上身，就是拜託加持，我覺得有效，有效，心理上感覺非常好。而且呢，這個自我突破之後呢，哎，就打開另外一條路，對不對哈？他的這個應該講說他的表演的領域就更寬闊了，對不對哈？他因此接了很多尾牙嘛哈。對，就指定表演，就是需要這一段。當天一表演完下來，然後就有多了幾場尾牙。而且我覺得翁玉君很可愛的地方，他一直在跟我們介紹各式各樣的樂器，不管他會不會，他每次來上節目幾乎都會帶一些新玩意兒來，對不對哈？今天有嗎？有，今天其實我是要挑戰，因為這個樂器我練不到2個禮拜，然後最近我也不太敢一直練，因為它就是薩克斯風，他有辦法2個禮拜就讓你對，然後我就是很害怕，因为他一直練，我的嘴巴就會酸，然後就沒力，我就沒辦法唱歌。今天要吹薩克斯風給我們聽哦。對，你只有練2個禮拜哦。對而且還沒什麼時間練。那豐田咪就不會練了多久？1個禮拜。2個禮拜啊，2個禮拜，再加1個禮拜。好，馬上進行第2回合的比賽。吹來淡薄仔寒，不知遙望的伊敢有吉他啥？今夜的天氣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無的心情，又過是三更半的愛的暗暝，放緊人將忘掉有你的空氣。要為女酒酒這呢深，愛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溫暖的棉石被，為你畫一甘甜的氣白花，聽你受風吹，聽你冷冷開暝，因為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溫暖的棉石被，甜甜呀呀，為你的情如花，一份愛的代價，愛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愛的寶貝。
謝謝豐田。接下來翁玉君帶來的歌曲是《感謝無情人》。熱門影片《九天玄女》有沒有看過？恭請九天玄女駕到，800英尺，500英尺，降落，降落。今天阿漢降落紅人榜帶來連串演出。房東阿姨在這邊哦，我來找我的房客了。哎，我也帶我的妹妹來。我是算命阿姨，是算命阿姨啊，算命阿姨啊。OK，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 Yuki， 我非常喜歡《超級紅人榜》這個節目，非常好看。那呢，今天你可要唱歌給你聽。你是真的有準備來的，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喜歡你。九天玄女唯一推薦歌聲，千萬別錯過。感謝無情人，相阮是上正重，命運對愛作夢，做一個無心的人。謝謝玉君。豐田，剛才真的有流汗呢。我說了，我很緊張。哇，真的，真的唱歌真的會，以為你客氣，也沒想到你的身體有這麼強烈的哈，很誠實。對呀，暴汗那樣子哈，太緊張了。好，真正緊張來了，老師要講評，阿德老師來為我們做講評。好，豐田是好這樣的歌哦，輕輕柔柔這樣的拍子哦，唱歌哦。
要讓我感覺到你真情流露。然後我怎麼發現你的真情流露啊？就是聽你在接受訪問講的話，你在形容一些事情的那種分寸，讓我覺得你很有真情在對待每個回答，你有抓到那個感覺輸送出來。請亮哥為我們做講評。玉君老師，哇，你這個表演也是越來越好。我覺得你現在可能外場的經驗多了哦，你的舞台越来越穩定，然後要一邊唱歌一邊吹奏樂器这件事情其實很難，對不對？對，因為你吹奏樂器，你有它的力氣，然後跟你要注意很多東西，你還要一邊想唱歌的東西。我真的覺得你很勇於挑戰自己的一個歌手，而且看到你越來越棒，我真的覺得今天很好，非常好。謝謝老師，謝謝。好，我們馬上要來進行投票了啊。豐田是 A， 玉君的票呢就是 B。我們一樣都有獎品，是的，要送給大家。那我們就馬上要來进行結果的分享了。來，1、2、3，請舉牌。BA，平手一樣有禮物了，對不对？好，一样代表受赠，先一人一个，謝謝。那就2位下去分，好不好？好，你們就拆開來分了，好不好？謝謝2位，新年快樂，謝謝你們。我覺得台語歌有一個溫度嘛，唱出來就是有一個感覺，跟中文、日文又不一樣的感覺，我覺得蠻喜歡的。所以以後我再挑戰，因為今天唱的不夠完美，以後我希望可以再挑戰一次。這一次帶來的這首歌《感謝無情人》我想要特別跟大家分享，就是對我而言，我覺得那個無情人就是也可以說是過去這1年來就是遇到的任何的人，可能你不是很喜歡的，或是不是很喜歡你的，那我想用這首歌來感謝，就是不管是感謝別人，感謝自己。然後新的1年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因為節目啊，然後就是聽到我們的歌聲，然後重新認識我們。所以很謝謝所有就是很支持紅人榜的觀眾朋友們，然後希望能夠多多給我們的鼓勵，這樣。這個特別節目好看，真的好看。對啊，第3次的3.0的 PK 賽哦，真的，而且真的是跨界高手啊！好多我們沒有想到說啊，現在台語歌也可以唱得這麼好的藝人朋友也來到節目啊！而且我們自己的選手呢，也沒有拿原來的東西而已，對不對？再提升的搬出來，自我提升啊！好，那第3回合怎麼來？來，第3回合我們來到了兒童界的大明星，好期待！哇，他除了是很多人成長的回憶殺以外，還是現在很多小朋友眼裡的天王巨星。各位曾經入圍過53屆金鐘獎最佳兒少節目主持人獎，馬上來歡迎柳丁歐巴、柳丁哥哥，有請！我是柳丁哥哥。來聽我這條台語的釣魚啊，準備好沒？來哦，這回來哦，來，手舉釣魚的釣哥，做伙去海邊呀散步，日頭真大又曬，舉來炸，哥佇草地啊釣魚呀，啊釣魚活跳跳的魚，看我釣到一尾小金魚，講出口氣啦，讚啦！釣魚活跳跳的魚，看我釣到一尾一拉魚，講就好食，就好食。釣魚活跳跳的魚，看我釣到一尾美人魚，就水啦！釣魚活跳跳的魚，看我釣到一尾大山魚，啊救人哦！緊起來，耶！歡迎柳丁哥哥。大家好，聽說這個是現在小孩都會的，對，你兒子會啊？手裡拿着釣魚竿，一起散步到海灘，太陽好大，門外撐起傘，拿起斗笠甩魚竿，就搞哎。我大剛在聽呢，這是最近開始編出來的歌嗎？我們最近呢把國語編成台語，所以這首歌國語版已經很久了嗎？已經20多年了。你在梅姐，你知道這個線上的點閱次數超過4000萬呢？都是你帶動唱啊？沒有，因為這個是我們原本的歌，然後我們其實進來了，每一首歌曲每一首都要學，所以釣魚記是我在進來之前的舞啊。哦，對，卡加布列島，釣魚記那些都差不多。嗎？嘿，都差不多港西。啊，
你做柳丁多久了？不是，你做柳丁哥哥。对不起。做柳丁哥哥，今年是21档啊。所以当年看你的那個小孩，現在都已經大人啦。我有生囝來現場。是哦。上次活動的時候，然後我就問說，有看我長大的爸爸媽媽嗎？就真的有舉手，年輕的爸爸媽媽帶他的小朋友來，好感動哦。哇，對啊。可是為什麼柳丁哥哥看起來永遠就是像剛出道的樣子啊？哦，因為我們有個秘密不能說，保養的秘密，我們會把不乖的小朋友。因為他們都吃小孩，這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每當共沒在共，他們這個工作很不容易，因為他們要一直維持笑臉，對不對？哈，而且小孩是很單純的，你真笑假笑他是分得出來的，對不對？因為我們在小朋友的心中就是快樂的存在，所以講吼，那是這工課的時陣吼，我得一定愛隨時笑咪咪。好，隨時笑咪咪。若是講吼有心事的時陣，得愛囥一邊，把心事囥一邊。哇，你當初怎麼會走這個路線呢？怎麼會進來這個領域？當初是迄個時陣，我是陪朋友去試鏡，哥哥伊無掉，就是一樣是哥哥的那個位置。對，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學校就是有一個山洞口試新，然後那一天我剛好就跟同學2個人走在我們山洞口，就突然走着有一張紙飄下來，然後我同學就拿起來，兒童台在甄選主持人呢，然後她超有興趣，她是女生，她說我要去當鳳凰姐姐，然後就你好熱情哦，鳳凰姐姐。所以等下那些水果跟動物是你們自己選的？沒有，那是後來公司幫我們取的。OK， 對啊，他說他想要去試，然後他就邀請我一起去試鏡。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好就陪他去。後來我就居然過了初賽、複賽、決賽，然後後來就一路進去了，然後就到現在。你跟鳳凰後來就沒有聯絡了？沒有了，他已經飛他鳳凰了，後來就變成台風了。鳳凰姐姐後來還陪我去決賽，然後還幫我加油。哇，對，人生總是有很多特別的緣分。可是我有一個疑問就是哥哥姐姐們哦，小孩也會找你們簽名嗎？會啊。那你們要簽什麼？就簽柳丁哥哥啊，就畫一顆柳丁，然後柳丁哥哥這樣子給他。所以我們都要練簽名不是簽本名，就是簽柳丁哥哥。那我們今天是台語歌曲比賽呢，你不會都準備兒歌吧？其實我是台南人，所以我自細漢時陣就愛聽台語歌曲。今仔日來我們超級紅人榜算是圓夢，因為阮規個伙仔攏就愛看，我媽媽就愛看，我講媽，我要去上超級紅人榜哎，結果我媽就馬上點歌，你愛給我點這條，我上愛聽的，就是媽媽請你啊，保重。對，他說媽媽就愛唱這條歌。你為台南來台北讀冊，媽媽有對你起來給你照顧不？還是你都真的還陪你上來啊？那個時陣剛好考上大學，那時候因為在台南念書，溫到這家，溫到這行李，那個時陣我那時候就一心想着，我一定要離開台南到北上奮鬥。南部很多小孩都安呢，就很想要向往台北，所以那時候我所有的志願全部都填了，我都填台北，全部都填台北。然後後來放榜之後果然就是在台北念書，所以那個時候要註冊之前，我們要先上來台北，要先住宿舍。所以溫到這行李12點休打了後，媽媽就陪我一起坐客運，夜車。那時候還沒有高鐵，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坐夜車，12點半上客運。天亮的時候到景美，就差不多在車上睡了1個晚上這樣，然後媽媽就陪我過去註冊，然後那個安頓好那個床之後，她就留了5000塊給我，她說你自己要保重啊，媽媽先回來啊，然後我又再陪我媽媽再走回去那個客運的地方，然後再跟她簡單吃個飯，她就又在坐客運，再坐5點鐘回台南，對，然後我就覺得說媽媽真的就是她留了這5000塊，其實就是她的心意，希望我接下來要靠自己，好好拼，好拼，愛靠你自己啊，愛靠自己啊。是，所以當年是媽媽留5000塊，你自己愛保重哈。那現在他可以這個也用這首歌來回報給媽媽，就是媽媽請你也保重。好，那我們的紅人隊呢？好，紅人隊這邊啊，因為柳丁哥哥是兒童界的霸主，不敢當。接下來要邀請的這位，囡仔介意，大人吧愛伊的。迪士尼姐姐小雨魏小雨，迪士尼姐姐的啦！哇，好看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南投的小雨魏小雨。
哇，姐姐現在要來 PK 一下哦，對不對啊？你在迪士尼，小孩最喜歡的是什麼歌？什麼歌我沒有特別研究過，但是因為迪士尼，我當時候在唱的時候都是唱組曲，所以原則上其實都是很熱門的。然後不過確實那個時候就是《冰雪奇緣》，哎呦，非常非常的紅，就是 Let It Go，Let It Go。对，當時候就是有一個就是室內的劇場，就是專門是《冰雪奇緣》的。你知道這個就是不同的世代，像子鴻老師的時代就是 Let It Be 啊，後来 Let It Be， 真的啦。好像也没錯哦，是啊 ，OK 哈，啊，金马界的東西 ，Let It Go，Let It Go， 是。所以你今天要带来什么？那這一次就不是要去那個 Let It Go， 這一次是要帶大家到深海去，特別挑選了小美人魚的主題曲。所以你就是美人魚，就是所以你是喜安的那系列嗎？是的，然後就是这首就是又在嘗試了這個台語歌詞的改編。改一下對，是跟馬西改一下。然後其實也主要是延續上一次我也挑戰了，就是莫阿娜的那一首《海洋之心》嘛。那延續我寫的那一首歌《勇敢向前行》，然後也希望說這個歌來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繼續抱持着勇敢的心向前走。好，來，掌聲歡迎。人氣網紅 PK 賽，阿翰 YouTube 人氣網紅歌唱實力超驚人。是不是當過酸澀不知歌，死去了後才知宿命。你知道你唱歌這麼好，你知道不？而且你是真的有準備來的，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喜歡你。於凱陽 TikTok 人氣主播勁歌熱舞嗨翻天。我一直講哈，我一直弄哈，大家倆講哈，大家倆講哈，我的麥上。凱陽真的啊，你的表演真的越來越好，越來越棒，而且還越來越有國際化的感覺。評審請舉牌。高人氣的兩位，誰能獲得評審青睞？想起故鄉，目屎就流落來。咱我已請你放心，我的阿母。雖然是孤單一個，雖然是孤單一個，我也來到他鄉。一個程度，不過我是真勇敢的，媽媽請你也保重。月光暝想寫批來寄予你，希望會平安過日，我的阿母。想起是強強離開，想起是強強離開，我也來到他鄉的一個程度。不過我是真打拼的，媽媽請你也保重。謝謝柳丁哥哥。接下來讓我們歡迎魏小雨帶來的歌曲是《勇敢的心》。
種種苦情，我相信是無人容許。管他伊要帶對倒去，自由自在的旅行。腳步聲響亮甲天邊，閃亮亮的大明星。勇敢的心，勇敢的心，親像是太陽，親像是月亮照着光明。這就是幸福的指引，一步步向希望靠近。只要有信心，這不是秘密，比望的心。最親愛的爸爸媽媽，上可愛的兄弟姐妹，溫暖又甜蜜的鼓勵，奉送着愛的體會。世界充滿過關挑戰，趁機會心中展現，失敗半途在所難免，這嘛是一種展現。甜甜的情，甜甜的心，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打開這段的心。把握着精彩的風景，花蕊的野地咱頭頂，因為我有你陪伴在身邊，快樂美麗。繼續畫出自阮的祝福的心，一路衝行來，努力大家一起肯定。舞台頂跟上上之間是對着攝影機，大聲告訴我愛你。勇敢的心，勇敢的心，親像是太陽，親像是月亮照着光明。這就是幸福的指引，一步步向希望靠近。只要有信心，這不是秘密，比望的心。手牽手到底，保護我家己，當作向前進，成功的頭前。只要有信心，這不是秘密，比望的心。勇敢的心，謝謝小雨。子鴻老師為我們做講評。哇，柳丁哥哥，你唱歌這麼厲害，我都不知道。謝謝老師，對啊，繼續努力。對啊，而且今天就是在這個舞台上面，我覺得你一點都不怯場。對，就是我覺得是我的榮幸來到超級紅人榜，所以我就是抱着一個很開心的心情來，真的就歡喜耶。對，今天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跨界的來賓都讓我們刮目相看，真的沒想到這樣。謝謝老師，會唱歌的人還是厲害。對，很棒，很棒。謝謝，謝謝。我們接下來請阿德老師為我們做講評。小雨老師，你一樣是這個歌有演唱跟填詞，對不對？我給你一個我的經驗的建議。遇到這樣的密密麻麻的歌哦，你除了讓人家炫技說你可以填詞填這個畫面啊，而且你填了那麼多密密麻麻的字，你還可以背起來唱得精準。除了這個以外，你還要做到一點會更厲害啊！你想要這個密密麻麻的歌詞哦，如果我是你哦，我一定在最後一定要大收網。你前面的鋪陳哦，這個旋律跟歌詞，他們就是馬不停蹄的看這些畫面，到最後你要不斷的重複再重複哦，這個歌就前面的鋪陳哦，立刻會有個重點抓起來。比如說最後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如果我再填哦，我是填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勇敢的喜心，勇敢的喜心，我讓他重複這個句子，再一直重複着，這樣子哦，這個勇敢的心就會深刻在這個歌裡面，總要有一句哦。不要那麼密密麻麻的啊！所以你在挑選一個非常困難的歌在表演呢？啊，這麼困難的歌，為什麼小孩子會買單？你知道嗎？因為有節奏，而且你帶動的氣氛其實是不斷的。啊，謝謝老師，謝謝。對，阿德老師講了一個重點，重複的力量。對不對？哈，因為那就是記憶點啊。好，那麼我們的柳丁哥哥這邊的舉牌是 A， 小雨姐姐舉牌的呢是 B。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評審準備舉牌了，好不好？1、2、3，請舉牌。OK， 好，謝謝老師，小雨，好不好？恭喜恭喜！同時我們要再一次感謝柳丁哥哥，謝謝柳丁哥哥，謝謝精彩的表演。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電視上面唱台語歌啊，平常呢我們其實都是唱兒歌或者是兒童表演比較多，所以這次對我來說其實就是一個有點類似於找回真正的我，因為我從小其實就真的很喜歡就是跟家人一起看台語節目，然後唱台語歌，所以這個機會呢，今天就感謝。我覺得柳丁哥哥超帥的，昨天就是在電梯看到他第一眼，我真的馬上發自內心的就稱讚哥哥說。你本人好帥哦！
真的就是保養超好的，感覺等一下要來跟哥哥討教一下怎麼變美變漂亮，然後保持永遠的美麗青春。这一回合哦不得了了，我們來到了第4階段的壓軸了哈。對，壓軸。請到的跨界是誰呢？什麼呢？網紅界的代表。哇，網紅界很多哎。哇，你講哦，他的 YT 的這個追蹤數呢將近100萬哦，而且他還是9天玄女唯一指定的網紅，有請阿翰出場。竟然是阿翰！最終回合，阿翰與凱陽即將登場。今天的表演你喜歡哪一組？趕快到紅人榜粉絲團留言，就有機會抽到紅人榜的精美禮盒哦。網紅有請阿翰出場。竟然是阿翰！歡迎阿翰來到紅人榜。大家好，我是阿翰。謝謝。你好，哇，好，第一次來我們節目哦。哦，嚇死我！嚇死了！哦，因為我害羞，不太會上節目。啊，你一接到通告就答應我們嗎？當然答應。因為我所有的阿姨跟我爸爸媽媽秀鳳、秀炳、秀竹都愛看，太倉也愛看。是，因為呢，我爸，他很厲害的模仿。我們今天有幾個要請你這個用他們的語氣給我們接受我們這段訪問，好不好？好，房東阿姨在這邊呢，我來找我的房客了。我也帶我的妹妹來。我是算命阿姨，是算命阿姨啊，算命阿姨。OK，我來預測這個節目哦，你知道會做到幾年嗎？幾年？民國200年。從你出生看到你往生，是不是？好，是哎。好。Yuki，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 Yuki， 我非常喜歡超級紅人榜這個節目，非常好看，是我帶一光。好，還有阮月嬌。大家好，我是來自越南胡志明市的阮月嬌。我因為聽說有辦新著名歌唱大賽。哦，對，我們有新著名擂台賽。我對我們越南人有信心，我們一定得第越南人最厲害。那請問一下阮月嬌小姐，有想要報名？如果我們這個新著名擂台賽會想來嗎？我們有海選哦。我當然會想來呀。我都準備好歌了。準備好了？準備好了。你準備的什麼歌曲要參賽？那個無忌的情屁。無忌的情屁，無忌的情屁啊！可以先來一段，我們海選一下嘛。我愛的伊要來離開，伊講過大上是下伊，山邊海誓嘛等了回去，我一定是得第一。我有自信。你婆婆對你有信心嗎？我婆婆她對我有信心，我們兩個感情很好。謝謝。為什麼這麼厲害？為什麼？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可以這樣子模仿的？聲音轉變得很快。就是小時候發現我自己沒有喉結嘛，所以我聲音就是比較高，偏高。然後後來就是覺得好像沒有自信，開始瘋狂玩自己的聲音，模仿這樣子。我第一次在網絡看到你是你，我以為你是北京來的學生。北京？我就是啊，因為我是來到台灣玩，然後就是在這邊，然後我覺得挺好玩的，彎彎很好玩，彎挺好玩的，美人姐特別漂亮啊！謝謝您啊！我有一個個人的請求，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哦？因為你爆紅的第一支影片就是園遊會嘛，好，你找陳志豪嘛，陳志豪，你這次可以找許志豪嗎？許志豪，那麼熱你幹嘛來了，白痴哦！沒人講不要理他。這回合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啊？因為畢竟是百萬網紅嘛，這邊要來派出這位，TikTok 界的網紅來應戰哦。讓我們歡迎帥氣武生於凱陽。大家好，我是於凱陽。哎呦，凱陽本來下巴跟脖子是連在一起的，現在有分開了呢。太誇張！前陣子有個綽號叫小肥羊，現在不是了，起碼瘦了，瘦了多少？ 7公斤。7公斤，
對嘛，哪有人生小孩還胖成這樣，都沒有在照顧小孩？對啊，各種一吹就靠講什麼某做未來，我做未我真正是做不跟上。但是你現在也在經營 TikTok， 對不对？我經營很久了，其實 TikTok 好像是我們裡面這個粉絲最多的。對，紅人榜裡面，而且他是最早到 TikTok 去經營的人，對不對？對，因為你的 TikTok 的時間我嘛是3年多了。哦，3年，對。這個 TikTok 要怎麼經營？其實吼，要經營 TikTok 的直播，就剛才3個重點。第一個，你一定要比人較緣投。啊，不過我無，所以呢，無我都比別人較緣投，你來比別人較有才華。我嘛無比別人較有才華，你得愛比別人較小。你要敢扮醜嘛，你要敢什麼話都敢玩，什麼遊戲都敢玩啊，什麼話都敢說的。你做過最瘋的表演是什麼？就是可能穿一件道士服，然後去 Seven 買物件，然後甲 Seven 的店員猜拳。我若輸，我就開合跳。啊，我若贏，我就會當離開啊，完成這個任務啊。還有在那個邊直播邊洗澡，有穿衫，然後就是輸的就洗澡唱歌。我多麼痛的領悟，這樣子。最瘋，你後面還有人要派出來嗎？抱歉，我好像派錯了，太瘋了。不，就是愛這麼瘋哦，就是這麼瘋，這麼瘋。啊，你對有了解哦？我對伊真了解，因為其實我今仔日知影對手是伊，我嘛非常歡樂。因為伊一直甲我連調，伊拄你後台了，一直來。你愛搞我做厝哦，一直後邊一直叫我甲做厝啊，一直搞我收你個看麥，做厝感情好的，感情好的哦。OK， 好。那你今天要唱什麼歌？我今天要唱《愛到無名唔知驚》。你今天要唱什麼？Jump 2003。哎，今天非常的開心呢，過年就有這樣特別的節目，而且阿翰是在網絡爆紅成這樣，第一次來我們紅人榜，對不對？當然要哦，而且謝謝你來。剛剛講嘛，在這種直播平台要能夠紅的話，要怎麼樣？要有才華，要顏值有才華，還要有風，好不好？好，阿翰，你哪樣沒有？都有，大家都有，可以。好，掌聲歡迎。消失的熱情，冷淡的溫順，我在無暗的空氣中，找出最後的可能。吵鬧的聲音，無聊的劇情，一段感情漸漸變化，事到如今我才知影，是不是愛到無命不知驚，拆開傷痕才知影，沙漠溫柔的笑容，是美麗陪伴，是不是當過酸澀不知寒，死去了後才知思命。原來今生的孤單，離咱初見面的時，攏已經注定。是不是愛到無命不知驚，拆開傷痕才知影，沙漠溫柔的笑容，是美麗的陪伴。是不是當過酸澀不知寒，死去了後才知思命。原來今生的孤單，離咱初見面的時，攏已經注定。謝謝阿翰，謝謝。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於凱陽帶來的歌曲是《Jump 2003》。喲，這是馬吉做的歌，這條歌要做你跳舞，大家跳起來！你講你抑個無夠，抑個需要，過一擺每一擺我一擺，你就愛跳起來，把手舉起來，緊跳起來。你請我來，因為我上厲害，我來就是要台，一定愛改，別個攏袂使改單。
落去海。喲喲，我咧做一定上好，用手赞的个大箍，像伫北界的巴肚会害你的身躯油，听着你的弟弟吐，哥拜托拜托，今仔摆是做的我会互你满足，今仔摆是做的我会互你快樂，免驚我会直直做，因為 hiphop 是我上少。我直直講哈，我直直弄哈，大家倆講哈，大家倆講哈，放到賣走，陪地較調，個沙湯調，我袂跳，我袂跳。我直直講哈，我直直講哈，大家倆講哈，大家倆講哈，放到賣走，陪地較調，個沙湯調，我袂跳，我袂跳。有你拼，好想打著賽，有你拼，好想打著賽，我做的歌一定上厲害。歌會互恁聽着笑嗨嗨，唔免比拼看誰是人才。我直直講哈，我直直弄哈，大家倆講哈，大家倆講哈，放到賣走，陪地較調，甲沙湯調，我袂跳，我袂跳。我直直講哈，我直直弄哈，大家倆講哈，大家倆講哈，放到賣走，陪地較調，甲沙湯調，我袂跳，我袂跳。帥哦！好，馬上請雅文老師為我們做講評。阿漢，我想要租厝。你租厝？係呀。免錢。真的啊？你是我的好朋友，當然不用錢。朋友都免錢哦。朋友免錢啦。免錢哦。哦，啊是要坐北亞南嘛，還是坐東亞西？東亞西，阮陪東亞西。東亞西好。對。哦，因為坐東向西賺錢，無人知呀。好厲害！啊，你這太厲害了，真的把我笑到爆。但是我唔知你唱歌這好，你知無？你真正是明的個做歌手啊？若無吼，真正阮逐行哦，各行各業攏叫你拍掉。而且你個人做歌手來講，你個人出唱片來講，安尼阮遮要安怎混？我覺得你這個一出世就是結善緣來的菩薩，真正你一出世就是要來逗樂大家，讓大家看到你就是就快樂的快樂。然後伊唱到迄個拆開雙魂，伊是真正是安尼，然後我想到迄個租厝的迄個房東阿姨，房東阿姨哦，安尼，所以我感覺真的很厲害。你真正善緣無限，甲你祝福。謝謝雅文老師。善緣滿天下。謝謝。好的，我們請阿亮老師來給我們做講評。凱陽老師好。哦，凱陽真的啦，你的表演真的越來越好，越來越棒，而且還越來越有國際化的感覺。啊，像老師在講，你起碼那個表演的精緻度哈，然後包括你的那個，我覺得那個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毅力去完成的。所以今天謝謝你帶來這麼精彩的表演。謝謝老師，謝謝啊。我覺得今天這個單元真的很特別，我們要感謝所有跨界的歌手哈，還有我們的表演工作者願意來這個地方參與我們這個單元。同時，我們也對我們的紅人榜的原來的選手呢，也感到非常的這個窩心。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拿出新的東西出來，這個久久不見，對不對哈？臉也變瘦了，然後體力也變好，而且又挑戰了這個我們過去沒有看過你表演的項目，這個一定是花苦功的啦，對不對哈？所以哇，這真的是。也為難我們的評審啊，如何評分，對不對哈？沒人拿這種禮物啦。禮物是 M2 美度的超能膠原飲的禮盒，以及百味人生的豬腳禮盒。還有我這邊呢，就是金賞雪梨飲。軟月膠，你介意多幾行？哎，你喜歡多幾個？我喜歡小的。小的。但這個可以變美呢。那房東太太會喜歡哪一個？我喜歡。我喜歡大的。我們希望這個大小都能拿，好不好？大小通吃。好，來，我們請我們的評審啊，阮月嬌不阿漢是 A， 好不好？好。然後呢，凱陽是 B。然後呢，今天的最高獎金美金1萬，不啦，美金1萬哦，美人姐，美人姐，這事情好厲害，台幣啦。好，這個1萬給怎麼給？這個獲勝的隊伍一整隊獲得1萬塊錢。對啊，所以我們目前的比數呢是平手，所以這是關鍵回合了，好不好？好，那到底是跨界隊會拿到1萬的獎金，還是我們的紅人隊呢？好，就看這個回合了。評審請舉牌。沒有人要舉，選不出來。
所以1A 1B 2個人選不出來，還是平手。好的，皆大歡喜，謝謝，通通有獎。哦，我覺得如釋重負，因為這幾個禮拜我每天想到紅人榜，我就會睡不着。我現在眼睛其實很紅，因為我昨天也是失眠。我覺得有種美夢成真的感覺，因為從高中嗎？國高中的時候就看到家人，然後還有包含我的2個阿姨嘛，大家都非常的準時收看這節目，我就覺得啊，有一天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蹦上去，不要跟他們講，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我通常都是在 YouTube 頂管看到伊，然後看到伊其實他有蠻多方面的才華，不管是模仿啊，甚至一些作品，我都覺得很厲害。啊，我都看到伊本人那親像看到明星同款，跟他合作，我覺得他其實也是一個較有親和力的一個人。農民擂台賽第8周，溫敬天、翁玉芳實力旗鼓相當，雙方對決2次，平手2次，3度對決最終戰。我今仔日帶來着這個羅斯風的馬水，這首歌我原來有唱真久啊，所以講今仔日來摕出來唱給大家聽，希望會當有好的成績。你明明知影，阮袂當好你，也是有心做你。既然把馬水唱到這好着，我愛叫你老師，因為真正特地我敬佩。這次帶來的歌曲是朱海軍老師的《蘇亮在借軌》。這首歌曲呢，它是華爾茲的，希望可以把這個律動呢表現出來以外，在高音的部分也可以好好的呈現給大家。我的心這坦白，愛你所有的一切。在我咧聽來，我感覺就是用唱片的品質的歌聲，我就介意你今天演唱。成績來到24.4分。最終戰誰能成為擂台主？精彩內容都在後禮拜同一個時間，全台唯一台語歌唱比賽節目《超級紅人榜》。本節目由安美諾美白修護霜冠名贊助播出。